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莫过于学会管好自己。人生中很多事情的纠结与痛苦，其实都源于我们试图去改变他人，却忘了最应该掌控的是自己的言行与心态。我们常常会因为他人的一个行为、一句话而耿耿于怀，试图去纠正对方，甚至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说服、争辩，结果却是双方皆感疲惫。真正的成熟在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与生活立场，管好自己才是最理智的选择。不渡他人是一种智慧。生活中，我们常会遇到许多看似需要帮助的人，但帮助不应该是越界的干涉。人各有命，很多事情只能由当事人自己去体会、去选择。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对方需要时伸出援手，而非强行改变对方的人生方向。这世上最无力的事情，莫过于用自己的标准去度一个不愿意改变的人。与其费尽心力去扮演救世主，不如学会尊重每个人的选择，哪怕那并非我们认同的道路。克制自己是成年人最大的修行之一。在情绪上，克制自己的愤怒、冲动是一种自我保护；在行为上，克制过多的干预与表达，则是一种智慧的体现。当我们在一场争论中感到愤怒时，其实情绪已经开始占据上风，理智被逐渐淹没。如果此时选择冷静下来，很多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。克制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成熟表现。它让我们避免了无谓的纷争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和与安宁。纠正他人的欲望，往往是人性中最难以控制的一部分。我们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，自己的方式是高效的，自己的选择是最优的，于是对他人的做法感到不解，甚至排斥。我们忍不住想告诉对方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那样做才是正确的，但这种试图纠正他人的欲望，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满与反感。毕竟，没有人喜欢被指责，更没有人喜欢被强行纠正。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时，这种欲望就会逐渐淡化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平和。很多事情，就算你是对的，也无需证明别人是错的。这是成年人清醒的一种体现。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情景，明明自己有理，却遭遇了对方的强烈反驳，于是我们忍不住要辩个输赢，甚至不惜动用更激烈的语言来捍卫自己的立场。然而，结果往往是双方都疲惫不堪，感情也因此受到损伤。有时候，放下对错之争是一种更加智慧的选择，因为对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而尊重与包容却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加和谐。位置不同，少言为贵。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，视角也就各异。我们不能要求别人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问题，正如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他人的境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多的解释与说教反而容易引发误会与不满。少言是一种尊重，也是对他人选择的理解。有时候，一个微笑，一句简短的祝福，反而比冗长的言语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。认知不等，不争不辩。每个人对世界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源于我们不同的经历、教育和思维方式。当我们遇到认知不同的人时，争辩往往是徒劳的，因为对方未必能理解你的立场，而你也未必能真正说服对方。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沈默与包容，而不是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。不争不辩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立场，而是因为我们懂得生活的重心在于自我的成长，而非说服他人。三观不合，浪费口舌。有些人，我们无论如何努力，终究无法达成共识。这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价值观的差异使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过多的沟通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还会让双方感到疲惫与挫败。成年人清醒地认识到，三观不合时，最好的选择是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让彼此都能有自己的空间，而非强行融入彼此的世界。真正的成熟不是改变别人，而是学会接纳多样性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信念。当我们不再试图改变他人，而是专注于自我提升时，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与轻松。成年人最大的清醒，不是去掌控外界，而是学会掌控自己，与自己的内心和解。当我们能做到不渡他人，专注于自己的生活，我们的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。当我们能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再试图纠正他人，
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。当我们明白有些对错无需证明，位置不同时少言未贵，认知不等时不争不辩，三观不合时不浪费口舌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和谐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我们无法替他人答题，也无法替他人承担结果。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修行与成长上，才是成年人真正的智慧。清醒的人懂得，最难的不是控制他人，而是掌控自己；最重要的不是赢得他人的认可，而是活出自己的坦然。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些时，生活会多一些宁静，少一些纷扰，人生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充实与美好。